好多人都問：如果我犯罪，我自己心裏邊懺悔，我求天主寬恕得㗎啦。點解我要向一個神父辦告解，要神父幫我赦罪咧？嗱，有啲基督教嘅弟兄姊妹都咁問，好多天主教嘅弟兄姊妹自己都咁問。嗱，其實咧，我時時問翻另一樣嘢就係，嗱，好多人質疑即係神父喺修和聖事裏邊嗰個即係中間嗰個角色，或者個中介個角色，即係點解要經過一個神父先可以赦罪咧？自己求天主寬恕唔得咩？嗱，我就問另一個問題就係領洗啦。嗱，領洗你唔要神父做一個中間人，做個中介得唔得咧？你自己要領洗嘅時候，你自己懟個頭埋去水龍頭，開個水喉，你自己領洗得唔得？嗱，有邊個話你領洗你唔使神父嘅，你自己懟個頭埋水龍頭得㗎啦？邊個話得啊？嗱，我問過好多道理班咧，我每次道理班我都問啲教友嘅，我話佢哋都會學道理都質疑呢樣嘢㗎啦。但我問翻同樣嘅問題咧，我問佢哋有冇邊個話你領洗嘅時候唔使神父幫你倒水嘅領洗嘅？冇人話得嘅喎，個個都話唔得嘅喎，個個都話要神父喎。咁點解你領洗係要神父，赦罪就唔使神父咧？嗱，所以咧問題咧就唔係中唔中間人或者嗰個中介嗰個角色嘅問題。嗱，咁樣就你自己怕尷尬啊，咁嗰樣嘢另一個問題啦。嗱，所以咧就唔好或者唔需要即係質疑神父喺告解聖事裏邊，喺修和聖事裏邊作為一個中間人，作為一個中介人物個角色。嗱，第二點咧就係神父咧作為一個赦罪嘅人咧，就唔係佢自己赦罪，唔係神父赦你罪，而係咧神父代表住教會咧嚟到去為你赦罪。因為咧一個人犯罪咧，你一個人犯罪咧就唔係你自己個人嘅事，而係整個團體嘅事。罪惡或者罪過咧，唔單止傷害你自己，其實咧都係傷害緊教會嘅團體。因為咧你本身咧就係教會嘅一份子，所以你犯罪嘅時候，其實咧你係傷害緊、損害緊整個教會團體。神父喺嗰陣時嘅角色咧，就係代表住教會團體去赦罪。重新咧去接納翻一個罪人，所以神父就唔係佢自己去赦罪嘅，而係代表住教會，以教會嘅名義咧去為人赦罪嘅。每次我做修和聖事嘅時候，我都好驚，唔知神父會唔會講我有啲罪俾其他人聽咧？有啲人咧話辦告解嘅時候咧好驚，咁就第一樣嘢咧，你唔使驚咧，就係你喺告解亭裏邊所講嘅任何一句説話咧，神父咧都唔可以同人講嘅。呢個就係告解嘅秘密，所以咧你唔使擔心話我喺告解亭同神父講咗我犯啲咩罪，有啲乜嘢缺失，神父周圍講咁唔係幾好啊。咁呢樣咧就一個好大嘅保證嚟嘅，好大嘅保障嚟嘅。就神父咧一定唔能夠，一定唔可以係同人哋講關於告解嘅時候你所講嘅嘢。所以呢樣嘢咧，你第一樣可以放心。咁就神父都唔會用一個好唔好嘅眼光，佢哋話有冇搞錯啊？你犯呢啲罪咁都唔會咁樣睇你嘅，肯定啊。咁就另一樣咧，就係有時辦告解嘅時候，你好驚咧，可能係因為告解亭個氣氛，有時嗰啲燈光啊比較上陰沉一啲，咁再加上咧有塊板隔住，其實咧使到人咧更加驚。其實咧而家有兩個選擇嘅辦告解嘅方式，一個方式咧就係好似傳統咁樣，咁樣就有塊板隔住；另一個方式就係面對面嘅。咁就面對面嘅方式咧，比較上用得自然啲。其實就係面對面你對住神父同神父傾偈啊，咁就講你自己有啲咩嘢做得唔好啊，有啲咩缺失啊，會俾你一啲提示啊，俾你一啲指導啊咁樣。咁用一個同神父傾偈交談嘅方式，用嚟得自然一啲。咁就用呢個方法咧，好可能咧，都使有人咧辦告解嘅時候咧，反而會冇咁驚。有塊板隔住咧，其實咧可能仲使到你係心跳啊。仲有一層隔膜啊，仲會好似唔知做緊啲咩事啊咁樣啊，唔見得光啊咁樣啊，所以咧鼓勵大家用呢個面對面嘅方式，我哋嘗試下衝破第一次嘅障礙咧，以後咧你就會自然啲㗎啦。